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有进度咯。双方伫台北时间今仔透早公布第一阶段，差不多有81条的协议内容，上紧后个月就当签约。这嘛是台美断交了后，双方头一份正式协定，未来对货运出口业者拢有帮助。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有新的突破，双方伫今日透早同步公布，头一批协定拢总81条条文，协定结构相当的完整。代表我们跟美国的经贸的交流呢，更进一步的深化。那这个也确实会让中小企业在台美之间的合作呢，会进一步的加强。那我们非常高兴台美之间可以这么快速的就完成前5个议题的这个谈判。根据了解，这个签署的议题包含贸易、卡利边、良好的法制作业、中小企业反贪腐以及服务业的各类规章。这是台美为1979年以来签署结构上界完整的贸易协定，代表台湾的经济制度符合着国际原标准的重要里程。同时，佫利用曼哈顿关的方式完成台美的 FTA。台美倡议得到好处的对象，亲像货运、快递、出口甲中小企业，拢有真大的帮助。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也透过声明表示，协议强化台美关系，证明双方会当为人民推动贸易优先事项，期待继续来谈判，确定一项强国有力而且原标准的贸易协定。美国正在推动的这个印太经济架构，台湾还没有被正式的列入在里面。那如果说台美先签了这个贸易倡议协定的话，基本上可以就是某种程度上就是代替了那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对于台湾跟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些国家去建立一些正式的一些经贸关系这个都有这个间接促进的效果。通关的便捷可以避免特别是那种有保存期限比较短的这些产品那不要在港口呢因为这种这个通关的旷日费时而造成这种它的这种保存期限过期的这种情况。对于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头一批协定的内容，总统蔡英文表示，对于深化台美经贸关系表达肯定甲期待，也希望透过后续的谈判，为台湾经济甲产业会当争取更加侪机会。记者综合报道。